长孙无极这么细心护着你，我还当是谁呢？原来也不过是平平之辈嘛。你跟无极是什么关系？无极，喊得好亲热呀！你有什么资格问我？也罢，我确实懒得问。哎，谁允许你走了？你想干什么？杀我？我杀你做什么？我有话让你带给长孙无极，我们师尊有话问他，你让他仔细听着。既然是你们师尊有话要跟无极说，你亲口跟他说便是。这忙我就不帮你了。我让你做什么，你便做什么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别找麻烦了，快点回家吧，孩子。你竟敢说我是个孩子！我偏不要你护着他！没事。疼吗？闹够了没？不就是一点皮肉伤吗？同门随意伤人，看来我这穹苍大弟子该好好管教。你竟然对我使用禁法！以后别在他面前出现了。走。你将来死在他的手里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